港鐵商場社區唱將2正式啟航。今年喺綠楊坊舉行隆重啟動禮，繼續為新生代音樂人提供發光發亮嘅舞台。好少可以 public 咁樣聽到人唱歌，仲要係高質好聽嘅。咁所以如果有更加多機會俾唔同音樂人喺鬧市表演，都係好事。同埋我覺得可能一開始即係有唱歌嘅夢想，喺呢個作為一個開始都係幾好咯，俾多啲人識到。絕對係一個好好嘅機會，去俾大家。如果你有原創嘅音樂啊，創作咗音樂出嚟啊，可以話俾大家聽你想講嘅 message 到底係乜嘢。同埋平時可能唔多嘅演出機會啦，咁所以今次呢個活動咧，真係可以俾到好多新 band 一個機會俾大家認識嘅。好多年之後咧，你就會發現呢啲都係累積所有嘅經驗咧，令到你變得更加好。其實而家歌手又好啊，或者一啲有天賦人好，其實佢都缺少好多機會。咁我覺得呢啲可以做一個俾大眾了解到，佢又可以表達到自己嘅一個平台咯。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啊！你一定要參加，千祈唔好猶豫，因為你做咗唔得唔緊要，起碼你做咗，你冇得後悔咯。